据中国媒体报道，和田机场旅客吞吐量累计完成100万人次，继喀什、库尔勒、阿克苏机场后，成为2020年东突厥散第4个突破100万人次的支线机场。据报道，目前和田机场日均航班量达22班，同比增长29.4%，日均旅客量达3963人次。观察家指出，在东突厥散，尤其是维吾尔人聚集的和田地区，人们的旅游自由受到严重的限制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报道中国提到的旅客很可能是从内地迁到该地区的汉族流动人口，或者是汉族游客。据中国国家官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6日统计数据显示，2020年中亚天然气管道累计向国内输送天然气超390亿立方米。中亚天然气管道西起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边境，穿越乌兹别克斯坦中部和哈萨克斯坦南部，经东突厥散霍尔果斯口岸入境，目前实现 IBC3 线并行。入境后，通过霍尔果斯压气站与西气东输23管道相连，全长1833公里，总设计输出能力为每年600亿立方米。报道称，目前每年从中亚国家输送到国内的天然气约占我国同期消费总量的15%以上，惠及27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5亿多人口。土耳其未来党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，批评了土耳其和中国之间的引渡条约。该条约于2017年5月签署，中国人大上月宣布已批准该条约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于2019年12月签署该条约，并提交土耳其议会批准。该条约引起了土耳其舆论和海外维吾尔社区的担忧，因为中国政府将海外维吾尔人视为潜在恐怖威胁。视频还关注维吾尔人面临的种族灭绝。未来党在视频中批评该条约，并呼吁土耳其当局不应该批准。另一方面，未来党主席前总理达乌提欧卢在一次记者会上称，土耳其从中国订购武汉病毒疫苗和该引渡条约之间有联系。美国国会与当地时间1月6日举行参众两院联席会议，举行选举人票的清点工作。不过，这一结果来之不易。按计划，美国国会两院将于当地时间1月6日召开联席会议，正式清点美国大选选举人团选票。万万没想到，美国大选的最后一步竟演变成一场混乱而暴力的骚乱。美国国会参议院议长、副总统彭斯于7日在联席会议上宣布拜登胜选。他表示，拜登获得306张选票，特朗普获得232张选票。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7日发布声明称，尽管我完全无法认同大选结果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，但他表示会保障在1月20日有序过渡。沙特阿拉伯将解除对其他地区邻国卡塔尔长达3年半的陆地、空军和海上封锁，这是一项重大外交突破。该公司的官方推特账户表示，卡塔尔航空已从今晚起恢复从沙特阿拉伯领空飞行其部分航班。声明说，飞越沙特阿拉伯的第一架飞机从杜哈飞往约翰内斯堡。2017年6月，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切断了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，关闭了边境，并对卡塔尔实施了实体封锁。